槟榔山是槟榔山区特有的东西，上早六对地区都有一种秋天取材、非法利用、环保又生的民间文化。不过，所搞做的山呢，特殊的槟榔山都引来无人提用的。差不多15年前，屏东县竹田乡为做到的侵占槟榔产业文化，作为许多的槟榔山复兴运动，对槟榔山第一代到第四代做啊引来引诱哦。屏东县政府媒体联业客家等路来听推广，不过槟榔产业引来无发展呢。槟榔山爱做啊韩国精致，怕唔会个顺势哦。来看啊，竹田槟榔山嘅复兴过程，一个树叶又是得行得都一样呢。哦，这是有点客家风味的花，另外一个就是把毛笔沾水之后在边边。90度方太人设置都当认真谈，一节课搭上要 DIY 做一个槟榔山。在你要贴那个客家的那个位置，通涂好来再贴。头三面方看起家相样的碟，再用吹风机吹比走，一支将的槟榔山就做好诶。槟榔山其实是糟蹋槟榔叶，对树方跌下来，裁剪过后再被劈，变成做得排风的山呢。也精致化是竹田乡的代表性特色。槟榔山其实我们客家族群跟闽南族群都有在用，只是说大家只是把它剪一剪拿来用，用坏了就算了。然后现在是让它用漂亮、用不一样的形式走出去，应该是我们竹田首创，所以想要把它规范在是我们竹田客家这个区块。六对地区是屏东槟榔的主要产区，尤其是竹田乡，头摆种槟榔的面积是由全乡的80%按发，比例是全台湾最高的。民国90年过后，槟榔产业渐渐的没落，这样是行喺竹田村庄的负面向。为到盼槟榔产业文化发通，一切头面槟榔还做得马街喏。他个影响到我还些时间阿婆。拿顿的槟榔山去大细人的师傅，屯个也会一件的时间呢，佢也会无糖的地方呢，个善良啊的时间，各有咁的意思哦。所以我都去想，槟榔山迄真好呢，拍一个面木马的，我都想，因为我家系国好画图，我迄边可以将了个图案呢，装喺个槟榔学个山的地方，所以佢都替补。其实一开始发案的因是系对于竹田议员，好，因为竹田议员跟同时他们在做观光嘛，跟同时的村庄副民雄副村长就想讲，还没用槟榔山变成一类竹田议员的一个特色商品，好，跟同时俺英雄海规层面是那时候的槟榔山，它只是一个粗胚。因为山同山相邻，传统文化地度一般系唔送年山的。屏东县政府系对民国100年起始，透过6队神法学院，当初间听说推广6队结山岩的新文化特色。第一台槟榔山系对民国90年富民乡前版画家王志凡开始创作的。第一步时间都多有个机会，台湾工业研究所，佢下有公共一个地方产业的一个技巧的一个活动，我都去报名，结果没想到都通过的。通过的呢，我哋都开始去剪槟榔学，剪好呢都可能用来漂拍，嗰度方式因做嘅都面向都请嘅王志凡先生，佢嘅当过呢，佢嘅烙印用槟榔山来烙印，佢都替一吃嘅时间。槟榔山系一个国好嘅发想，都睇亲先生，结果我嘅当时我都讲，咁也冇问题，对我来讲。俺们只是换了一个媒材，但是同样可以做客家的东西。王志凡对29岁开始做办法，40岁过后开始慢自家族群身份，想要前转对客家认同，让市民感表现到槟榔山，要表现到家嘅办法行。特别俺的阿爸同我讲，你师傅要找到一个事啊师傅要难吃安尼昨天客家文物馆也同时展出槟榔山同家嘅办法，禁止设置概念，未影响王志凡一层。一般人种老多，要做一个槟榔山当简单，佢自家去做张发现，冇按改。一般人会感觉讲，槟榔叶佢简单啊，睇人屏东6对地区，奈冇看到槟榔，而去槟榔山有乜嘅困难？我真是给下做嘅时人伫在讲，我一去槟榔山真是都冇咁简单，真是冇咁简单。
因为伊个过程里边，又爱有平，又爱有强，又爱有形呢。 10多年前，头蛤蟆开始创作家下，槟榔山永别平，顺风就避开。国部长要做天然台改革，请发布的同顺风查不变。以及产业做到好，头多米多的人工，亲手卖100-200个月。这样是做地方产业，无几多人爱买，做没落的一步的。渐渐的10年前开始流行铁骨拔铁的技术，这样是昨天国小主任潘雪华先生制作，负面向一看就当甲伊。 槟榔山有会第3台嘅，伊做好我来看个黑个哈，然后很强哦，结果把它撞喺迄个时间，伊又去查遍，因为伊对个树叶啊吼，过有兴趣，伊用个呢紫藤去做个呢饼啊，好个饼，又去撞个酱，我看咧完全都无相关个东西。我结下他讲伊个是因为那个哇，终于看到伊个事呢，又可以推啲地方一个东西吼，也都已经变得3点人。 规格化，为了让每一只扇子都达到标准化的规格，所以我在剪扇子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做扇模。哦，嘿，这个就是扇模。潘雪华既然从几年前退休的，一直都喺做扇的模的，又大又细，只有扇的条件来托适合的扇模。第3台的槟榔山有会标准化规格。做这样的作品的困难度在哪里？因为 如果这一张纸的色彩是我们染的，我们用亚克力颜料染，亚克力颜料干了以后不会再渗出来。然后如果我们买的纸张，它原来就是染好的纸张，它吃水后，它那个颜色会释放出来，一释放出来，我们的作品就糊了。而作品做来后，再自家去调色。按多年来发展，近来近多年，屏东县政府邀请一道工艺师，用自家想法来创作，包含书法、剪纸、平布，还有人用叶笔叠上去，对平面变立体，对用得变宽强的，也喺槟榔山亲时呢第4台发展。也有人用人落个人的印呢，去慢慢的一个点啊，一个铁树嘅槟榔山。嗰件呢，佢下有拜注意来吼。 啊，拢看到安讲啊，拢讲敢无一支松本，结果面下这个卖槟榔山的人同系输嘅1200条啦，所以这个东西变得讲，哦，喺个铁树冇人有嘅，哦，也都变得4点人开始升级。也几年我哋发现槟榔山变成我哋客家事务处，然后变成屏东县政府一类特色伴手礼，其实是得到好评的。 好，几多人讲，哎呀，几好啊！好，安尼的话，设计的一个袋子，吼，本意可以安尼几好的带过去。2012年，昨天槟榔山喺屏东县政府签好登录，经济普遍加上来主文。只不过，伊个槟榔山对造的叶笔做到好，而几廿日，广东多像安样检验、水面读字体，基本上係較簡單的部分，竟然呢點到係前節的50%。那我们在外面教学的时候，学生比较有挫折感，也是在这个部分，因为简单的拼贴教一下，一般自然人他都是看一下就知道怎么贴，因为大家都有剪贴的经验嘛，所以就很容易入手。但是制作这个就比较难，因为从原子里面剪回来的，怎样可以用，怎样不能用，这个真的需要经验。我哋今仔就係有幾個現實的問題啦。 好，就講將槟榔山以模法圖變成一個標準化，因為呀，槟榔山其實以來源歸簡單，好，我哋唔是罰錢，我哋會罰乜嘅？我哋會罰時間去簽到，好，按樣講天熱又要曬日頭，它還要壓。剪到黑線的部分，我們就沒有修的空間了。然後這個很硬又很厚。 那我們的手勁都沒有辦法，剪下來，然後我們就用鋸子。前節的50%係基本功，而點樣對槟榔園地度拓出用得的槟榔葉來做出牌，運好雜筆片，剪出山的線，將打出強強的山面。米節的50%是米花天天。 也做上基建發展到第4台嘅，本但已有新型嘅屏東縣政府同文創商品展，還係遇到無上多問題。按人看，按你過獎啊！啊，唔過有人講，快些呢，唔係你想按好呢，唔看，
哦，这种斑点其实也是一类对眼的料工，其实这是一个天然的产品所会有的一些带来的，好啊，但是可能都市人的程度里，因为伊应该会纯白的。安河以及槟榔山卖500-600个元，其实要抢迄工钱加通路费，不过假使还是本人嫌太贵诶。假使讲出去屯人去展售的话，其实你还是要留的是它的通路费用。好，啊，就是种也尽量去压低了，不过其实就刚刚屏东农村的一类妇女的一些工时，因为还可以。因为也是最大的一类，好最大的一类成本的。可是好，亲像提萝卜，他讲因为应该家上的价是完太高啦。真的，你上面的东西要够吸引力，人家才舍得啊。从制作，还有这个上面的设计，一直到包装，都要做到会吸引人才行啊。啊，问题是上面要用什么东西，这个才是要努力去想的。上面要什么东西，它要怎么样出去？这样吗？那样吗？这样吗？对槟榔产业影響生態嘅，還係槟榔產業結構嘅問題。檢查冇槟榔產業也係沒落嘅，20世紀嘅槟榔山結構變做歷史嘅記憶。提未來10年還有發展的可能性冇？唔係講因為伊嘅商品冇安尼價值，而是因為伊嘅來源可能會有一些問題。好，更加是槟榔嘅人種強嘅人引來引色。槟榔产业以前不被鼓励了嘛，现在农家就是槟榔的农户，他不会撒大钱施肥料给他们吃，所以它长得不是那么漂亮，长得没那么好。我们要找到漂亮槟榔山会越来越少，会越来越少。未来槟榔山槟榔管理不好了，或是慢慢没落了，这个东西也就会慢慢消失。10年、20年過後事情也想得到冇天初發生。就講未來幾年的發展，潘協凡認為槟榔山還有機會做到更加好。也許有機會，它可能是，設計就固定款式 A、B、C、D 這樣子一款，這一款是屬於那種盤花的。如果每個人能夠訓練到像我這樣子的背景經驗，能夠有這樣的熟練度，是有機會的。槟榔產業運用發展很多啲，也做得做嘅係希望提升槟榔山嘅藝術價值。係講有日佢變做像係翻國嘅發布嘅時節，冇天初唔是用保留地方文化嚟做理由，槟榔山未做得繼續傳得下。